安尼继续等等西门老师来做协美按摩养生的36式安尼接下来都要做个T7到T12式连续的EP 动作呢，都从那个做个等的地方T7的T7式都轻拍后脑后脑这个伫后背都先用左手那个用右手手的然后拍轻拍不要太用力然后我们轻拍左边36次然后我们再搓一搓在右边36次那我们这个拍后脑有一个好处就是当我们拍后脑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后脑的细胞会通知我们的下视丘我们大脑底下有一个间脑下视丘，它是我们身体的总司令就是你在打压提防的时间呢，因为血液一下都会集中在底下安尼都帮助俺那个后脑的血液循环嗰是左片36次以后呢，个右片右手拍36次过来就会那个后脑充电后脑充电就会两只手得用旋转1、2、3、4、5、6、7、8、9、10做36次这个分数1、2、3、4、5、6、7、8、9、10继续做到36次那个后脑充电呢，就用俺的树当方的天俺有生物电然后可以补充俺的后脑的能量然后用个血液循环血气血液循环会改好继续都两片都同样做36次T9式都十指梳头都跟俺的梳头一样也可以梳到裂弯还会头线入门呀向后背做2、3、4、5、6、7、8、9、10做时那个拇指按摩那个耳弓耳弓的头线到后背1、2、3、4、5、6、7、8、9、10那个头部有督脉有膀胱经有胆经有个三焦经或者俺呢用个梳头的动作呢，可以将个头皮头脑底部个血液循环主要都是血液循环因为俺呢一个梳有个能量有个通照可以是俺那个血液血液里面呢有个红血球会携带这个养分氧气可帮助淋巴循环然后我们第10式是按揉颈侧颈侧我们先用左边的大鱼际对着右边的钢筋那个都可以旋转36次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个弯数用那个右手的大鱼际左片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那个那钢筋呢有个经络有大肠经、小肠经
胃经还有胸锁乳突肌有颈部淋巴各种安尼做个颈部按摩呢，可以帮助安尼颈部的血液循环甚至安尼个头部的血液循环伊安尼身体安泰都去降紧迄种缩小缩小所有的神经血管经络全部提各种安尼可以做一个颈部的运动接下来就做颈部先做前后或者左右或者旋转1、2、3、45、6、7、8，1、2、3、4、5、6、7、8，3、2、3、4、5、6、7、8，4、2、3、4、5、6、7、8，5、2、3、4、5、6、7、8，你可以做8次、10次接着做左边1、2、3、4、5、6、7、8，2、2、3、4、5、6、7、8，3、2、3、4、5、6、7、8然后接着我们就做这个旋转，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过来顺时钟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你咧都可以继续做到36次因为安尼做个颈部的训练安尼所有的神经血管全部经过颈部安尼更加有上班用电脑要打数据各种安尼颈部的高位疲劳那我们也可以连续这个做一次就是从连续动作我们轻拍后拿左手跟右手好充电左手右手好食指梳头好然后按颈侧这个胸锁乳突肌还有这个颈部淋巴左手有时我们都先用左边，再来右边这样我们可以让我们的颈部放松待会我们做这个会比较顺畅然后摩擦后颈3、4、5、6、7、8、9、10、11、12、13、14、15、16。好，再我们做颈部运动，1、2、3、4、5、6、7、8，2、2、3、4、5、6、7、8，左边1、2、3、4、5、6、7、8号，2、2、3、4、5、6、7、8，3、2、3、4、5、6、7、8号，然后再旋转，1、2、3、4、5、6、7、8、9、10，然后我们再1、2、3、4、5、6、7、8、9、10，好，那我们连续做了6次哈，6次以后呢，因为我们的血液都会往外扩散哈，所以我们做完这6次以后，我们就收工啊，收工都2.4哈，放在肚脐特线。
啊，做个腹部呼吸哈，都调息啊，3到6次啊，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啊，大家做个改好哈，今辈都做多呀，谢谢啊。